Hello，各位街坊，大家好，我係叻媽，歡迎返嚟叻媽教室。今日呢條片其實係回應一位街坊好緊急嘅提問，佢 inbox 叻媽話：叻媽，我同屋企人申請白表居屋，本身計落其實係合資格嘅，但最近公司出咗 bonus，加上少少股票又升咗值，而家啱啱好超出資產上限少少，我唔想因為多咗1萬幾千就失去抽居屋嘅資格。叻媽，咁有冇合法方法可以令我重新符合資格？其實呢個問題真係唔係得一個街坊問，好多準買家都會遇到類似情況，尤其係本身已經好貼近資產上限，突然多咗一筆花紅，股票升咗少少，基金市值高咗少少，或者醒起原來自己仲有一份好耐冇理嘅儲蓄保險，結果一計就發現超咗少少，嗰種感覺真係好無奈，因為大家唔係有心隱瞞，亦唔係資產好多，只係啱啱好超出咗條線。如果各位街坊準備申請居屋，或者而家已經開始留意白表、綠表、揀樓、按揭、驗樓、收樓流程，叻媽都建議大家可以入返叻媽嘅居屋資訊群。群入面叻媽會不定時整理最新申請消息、重要日期、揀樓提醒、按揭資訊同收樓注意事項，亦會盡量用大家容易明白嘅方式，幫街坊一步一步跟住流程行，唔使自己一個人周圍揾資料。想入群嘅街坊可以直接 PM 叻媽教室，或者掃描畫面上嘅 QR code 加入居屋2025群組，一齊準備，一齊上車，穩穩陣陣安居樂業。好啦，今日叻媽想講一講，如果白表資產啱啱超標，可以有咩合法、透明、正當嘅處理方向？不過叻媽一定要一開始就講清楚，今日內容只係個人經驗分享同一般資訊整理，唔係投資建議，唔係保險建議，亦唔係法律意見。所有保險產品、投資產品都有風險，任何決定之前，大家一定要諮詢合資格持牌專業人士，睇清楚產品條款、收費、風險披露同房委會最新要求。好，咁我哋正式開始。首先，大家要搞清楚一件事，申請白表居屋，房委會審查嘅唔只係入息，仲包括資產。入息即係每個月人工、花紅、雙糧、津貼等等。而資產就包括現金、銀行存款、股票、基金、債券、保險、現金價值、車位、海外物業等等。今日呢條片重點講嘅情況就係入息未必超標，但資產啱啱超出上限少少。點解會突然超標呢？其實原因好多，好多都係好平常嘅情況，又或者原本以為冇乜資產，點知原來自己以前買過一份儲蓄保險，裡面有現金價值都要計入資產。換句話講，大家唔係特登超標，而係啱啱好踩到條線。但叻媽一定要鄭重提醒大家，千祈唔好諗住將現金攞出嚟俾屋企人、轉俾朋友、放喺床下底，或者用一啲講唔清楚嘅方式處理。房委會審查資產嘅時候，可以要求大家提供銀行記錄。如果突然有大額提款、大額轉賬，而又解釋唔到合理原因，咁好容易會被懷疑係刻意隱藏資產。輕則可能影響申請資格，嚴重嘅話更加可能涉及虛假聲明或者法律責任。呢啲嘢叻媽絕對唔會建議，亦唔值得冒險。所以今日我哋講嘅方向一定係合法、透明、有文件、有記錄，而且可以清楚解釋嘅處理方法。咁第一個大家會聽過嘅方法就係善用短期儲蓄保險。不過呢度一定要講得好小心，因為保險唔係定期存款，保險產品有風險，亦唔係適合所有人。叻媽而家講嘅只係解釋一個資產申報上面可能會出現嘅原理，唔係叫大家即刻去買，亦唔係推介任何公司或者任何產品。個原理係咩呢？申請居屋嘅時候，房委會睇資產，通常係睇申報日期或者截數日當時嘅資產總值。而如果大家持有一份有儲蓄成分嘅保險，資產申報時通常唔係睇大家交咗幾多保費，而係睇嗰份保單當時嘅現金價值，亦即係如果即時退保，保險公司可以俾翻幾多錢。好多短期儲蓄保險，例如3年期、5年期，喺保單初期嘅保證現金價值可能會低過已繳保費，原因係保險公司初期會扣除行政費、佣金、核保成本、人壽保障成本等等，所以第一年如果退保，未必可以攞返全部本金。有啲產品第一年嘅保證現金價值可能只係已繳保費嘅7成幾至8成幾，咁喺帳面上呢份保單嘅申報價值就可能低過原本放喺銀行嘅現金。叻媽舉一個假設例子，純粹用數字幫大家理解，唔代表任何真實產品，亦唔係推介。假設一位街坊而家有150萬港元銀行存款，而白表一人家庭資產上限假設係140萬，
咁即係超出咗10萬。假設佢買咗一份3年期網上儲蓄保險，一次過投放150萬保費，而利益說明文件入面寫明，第一，保單年度末嘅保證現金價值係保費嘅78%。咁當保單正式生效之後，申報資產時，呢份保單嘅現金價值就可能係150萬乘78%，即係117萬。換句話講，原本150萬現金放喺銀行係150萬資產，但變成一份有現金價值嘅保單之後，喺某一個時間點，申報價值可能變成117萬，咁資產數字就可能跌到上限以下。呢個就係大家成日聽到利用保單初期較低現金價值，令資產帳面數字下降嘅原理。但大家要記住呢個方法嘅重點，所有資料都要如實申報，保單副本、利益說明文件、現金價值資料全部都要保留清楚。如果房委會要求解釋，大家要可以提供文件證明。咁大家一定會問，叻媽，如果第一年退保只係攞返7成幾、8成幾，咁咪蝕好多錢？呢個問題一定要問，因為呢個先係真正風險所在。假設放150萬，如果第一年退保只攞返75%至85%，即係可能只攞返112.5萬至127.5萬，中間可能差20幾萬到30幾萬。呢個唔係細數，所以絕對唔可以當冇事。但有啲街坊會選擇唔喺第一年退保，而係繼續持有到滿期，因為好多儲蓄保險如果持有到期，保證現金價值可能逐步回升，甚至有機會攞返本金同預期回報。不過呢度要再三提醒，預期回報唔等於保證回報，非保證紅利亦未必一定達到預期，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保證同非保證。如果最後抽唔中居屋，或者最後冇買樓，有啲人可能會選擇繼續持有保單到期，當成一份中短期儲蓄安排。但係如果中途急住用錢，需要提早退保，損失就可能好實在。所以呢個方法唔係只睇一刻資產數字，而係要睇大家之後幾年會唔會需要用錢，家庭現金流夠唔夠，供樓能力點樣，同埋可唔可以接受保險產品本身嘅風險。時間安排亦好重要，投保唔係今日諗，聽日一定即刻生效。就算網上投保速度快，都可能需要幾日到1-2個星期核保同處理。如果涉及較大金額，健康申報、資金來源查核，時間更加可能再長。大家一定要確保喺居屋申請截止日之前，保單已經正式生效，相關文件齊備，先可以按實際情況作資產申報。如果截止日期好近，例如5月20日，咁就唔可以臨急臨忙，因為中間仲有核保、付款、保單發出、文件確認等等程序。一般而言，最好預鬆至少1個月時間去了解、比較、諮詢專業人士，再決定是否適合自己。另外，第一年退保嘅真相，好多短期網上儲蓄保險，第一年保證現金價值可能只係預繳保費嘅75%至85%。點解會有差距？因為每間公司、每份產品、每個年期、每個繳費方式都唔同。保險公司初期要扣行政費用，處理保單要人手、系統同營運成本。如果經銀行或者中介投保，可能亦有相關分銷成本。保單本身如有少量人壽保障，亦有保障成本。所以第一年退保，損失可以好明顯。以150萬做例子，如果第一年未退保，假設只攞返75%至85%，即係可能只攞返112.5萬至127.5萬，帳面損失可以係22.5萬至37.5萬。呢個數字一定要講清楚，因為呢個唔係冇成本嘅方法。仲有一點，預繳保費都要小心，有啲產品如果一次過預繳幾年保費，而中途退保，保險公司或者銀行可能會就未生效嘅預繳餘額收取一定比例嘅手續費。坊間有啲情況可能大約係3.5%左右，但實際要睇產品條款。舉例，如果預繳3年總保費，第一年就退保，剩低未到期嘅預繳保費，可能要扣手續費先俾返。呢筆數都會影響最終攞返幾多，所以唔可以淨係睇第一年現金價值，仲要睇退保條款、預繳安排、收費表同冷靜期規則。講到冷靜期，呢個係好多街坊容易忽略嘅位。香港人壽保險一般有冷靜期，通常由收到保單或者相關通知起計，21日內如果反悔，可以按規定書面通知保險公司取消保單，取回已繳保費。呢個係保障消費者嘅安排。但係如果大家原本係諗住用保單現金價值作為資產申報，就一定要搞清楚
冷靜期同申請截止日之間嘅關係，因為如果喺冷靜期內取消保單，資產就可能回復原本狀態。換句話講，原本150萬放咗入保單，如果冷靜期取消，錢又返到手上，咁資產數字自然又回到原本水平。所以時間點一定要問清楚專業人士，亦要按房委會要求如實申報，唔好自己估。最重要嘅文件係咩？就係利益說明文件，英文通常叫 illustration。大家無論考慮任何保險產品，都唔好只係聽銷售人員口講，一定要睇白紙黑字。利益說明文件會列明每個保單年度嘅保證現金價值、非保證金額、退保價值、到期價值等等。大家要特別留意第一保單年度末嘅保證現金價值，因為呢個數字會直接影響資產申報時嘅計算。叻媽再講多次，唔好淨係聽預計回報幾多，要分清楚保證同非保證。保證現金價值先係合約寫明嘅部分，非保證紅利、中期紅利、預期回報全部都有機會變。大家做決定之前，一定要自己睇清楚，亦要問清楚持牌人士。去到呢度，叻媽想認真同大家講風險，所有投資同保險產品都涉及風險。儲蓄保險唔等於銀行定期存款，保險公司唔等於銀行，產品入面可能有保證部分，亦可能有非保證部分。非保證紅利未必達到預期。如果第一年真係退保，損失可能係確實發生。即使打算持有到期，都要留意保險公司信貸風險、資金鎖定風險、流動性風險。所以大家一定要揾合資格持牌人士查詢，了解清楚自己是否適合。唔好因為聽到某個方法好似可行，就即刻衝去做。每個家庭資產情況唔同，申請家庭人數唔同，資金需要唔同，風險承受能力亦唔同。咁房委會審查資產時，保險會點睇呢？一般而言，如果係有儲蓄成分或者有現金價值嘅保險，申請人需要如實申報保單現金價值，並提供相關證明，例如保單副本、利益說明文件、現金價值證明等等。如果係純保障型人壽保險，冇儲蓄成分、冇現金價值，咁現金價值可能係零，但實際都要按房委會表格要求同最新指引處理。總之，原則就係唔好漏報，唔好隱瞞，有文件就保留。有疑問就查詢房委會或者專業人士。除咗短期儲蓄保險，其實仲有其他合法降低資產嘅方向，但同樣要睇個人情況。第一個係提早還債。如果大家本身有按揭、信用卡數、私人貸款，提前還款可以令手上現金減少，資產自然下降。不過要留意，有啲貸款提早還款可能有罰息或者手續費，所以都要睇清楚。第二個係購買真正有需要嘅必需品。例如家庭本身要買家私、電器、裝修材料，或者有合理生活需要嘅大額消費，咁係正當消費。不過一定要保留單據、付款記錄同用途證明，避免日後被問到時講唔清楚。叻媽唔建議大家為咗減資產而亂買冇需要嘅嘢，因為咁樣只會令自己現金流更緊張。第三個係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有啲情況下，將現金放入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戶口，可能唔計入一般可動用資產，但呢個涉及提取限制、稅務安排同強積金規則，唔係人人適合。大家要先問清楚強積金受託人、專業人士以及房委會最新申報要求，唔好自己憑感覺處理。所以總括嚟講，合法降低資產唔係得一種方法，但每一種方法都有條件、有成本、有風險。短期儲蓄保險只係其中一個相對靈活、可能較快見效嘅方向，但絕對唔代表適合所有人，更加唔應該當成必然成功嘅方法。叻媽今日分享呢啲內容，主要係希望幫到一啲真係啱啱超標少少，好想上車又唔想做錯事嘅街坊。大家千祈唔好誤會，叻媽唔係叫大家隱瞞資產，更加唔係鼓勵欺騙房委會。相反，我哋要做嘅係合法、透明、可解釋、有記錄。而且大家都要諗清楚，就算資產重新跌返去上限以下，居屋仍然係抽籤，唔係一定中。即使抽中，都仲要睇揀樓次序、單位選擇、地區配套、供樓能力、裝修開支、家庭未來安排。買樓係一個長遠決定，唔好因為一時想入表就令自己資金鎖死，現金流太緊，或者買咗唔適合自己嘅產品。如果最後抽唔中，有啲街坊可能可以繼續持有保單到期。但前提係大家本身接受資金鎖定同相關風險。如果最後抽中，就要確保自己仍然有足夠資金應付首期、律師費、印花稅、裝修、家私電器、搬屋同日常開支，
上車係開心事，但都要上得穩陣。好啦，今日內容都講得差唔多，叻媽同大家好快總結一次。如果白標資產啱啱超標，大家唔需要即刻絕望，因為市面上確實有一啲合法透明嘅處理方向可以了解。不過所有方法都一定要如實申報，唔可以隱瞞，唔可以假轉賬，唔可以做任何講唔清楚嘅操作。其中一個大家會聽過嘅方向就係短期儲蓄保險。原理係利用保單初期較低嘅保證現金價值，令資產申報時嘅帳面數字下降。但呢個方法有風險、有成本，尤其第一年退保可能會有好大損失，所以一定唔可以只睇好處唔睇風險。大家一定要睇清楚利益說明文件，尤其係第一保單年度末嘅保證現金價值，亦要分清楚保證同非保證、冷靜期、保單生效日期、申請截止日期，全部都要計清楚。所有保險同投資產品都涉及風險，做決定之前一定要諮詢合資格持牌專業人士。除咗保險之外，其他合法方向包括提早還債、購買真正有需要嘅必需品，或者了解強積金自願性供款安排。不過每個方法都唔係人人適用，大家要根據自己家庭情況、資金需要同風險承受能力去判斷。最後，靚媽真心希望每一位準買家都可以用合法、穩陣、清清楚楚嘅方式處理申請，順利入表。亦希望大家有機會抽到心水居屋單位，最緊要係買到一個自己負擔得到、住得安心、住得開心嘅安樂窩。如果大家覺得今日呢條片有幫助，記得俾個 like、訂閱叻媽教室，亦可以分享俾身邊正在準備申請居屋嘅街坊。大家嘅支持就係叻媽繼續拍片、繼續整理資料俾大家嘅最大動力。有咩問題，歡迎喺下面留言。叻媽會盡量逐一睇，逐一回覆。今日分享到呢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